風箏追悼嗌咪校長，幾經爭取，新民主女神像舊年落戶中大，過咗1年啦，女神像終於完成咗修葺，喺底部加裝咗雲石台，唔怕風雨飄搖。可惜幕後嘅功臣周石輝冇辦法親眼目睹。即係當時係佢同校方去傾啦，另一方面亦都係即係組織啲校友去籌款去樹立呢個民主女神像。新界喇沙中學退休校長周石輝前日比賽踢到去下半場嗰陣，多年嚟爭取平反6·4，周校長同支聯會風雨同路。喺即係支聯會裏邊，佢係即係所謂可以話能文能武嘅，即係你叫佢嗌咪，佢係嗌得最大聲嗰個。做糾察，佢行到最前呢，亦都係即係係維持秩序方面，佢係做得最好嗰個。連埋華叔喺半年內痛失咗2位前輩，但係李卓人唔擔心6·4燭光集會嘅號召力會減少。喺嗰啲即係晚會我見入嚟嘅市民呢，好多都係年輕人。咁我哋即係變成係令我哋係好大嘅鼓舞呢，就係其實呢個薪火相傳已經係可以話成功地係接咗班㗎啦。佢話星期日會延續傳統，喺西貢放民主風箏，聲援內地民運人士之餘，仲會用嚟悼念華叔同周校長。